萬千星輝頒獎典禮舉行前夕，一班候選人都冇唞下，反而係四出席活動。好似今年視後大熱嘅鐘嘉欣，同女配角大熱胡定欣，呢日就同堂妹陳明恩等出席一個雜誌頒獎禮。Linda 今年憑住巨輪成為最佳女主角嘅熱門人選，咁啱佢嘅候選號碼仲係同當年參選華姐嘅號碼一模一樣喎，令 Linda 都信心大增啊！知道有一樣咧好 lucky 嘅嘢，就係你當年參選華姐咧個 number 係12號就攞到冠軍啦。今年咧又係12號，會唔會咧都有信心啲啊？其實都覺得好得意㗎。有時有啲嘢，因為嗰陣時19歲選美22號鐘嘉欣嚟自溫哥華，跟住估唔到9年後，當大家話鐘嘉欣你係大熱嘅時候，我又係12號，而唔係公司安排嘅喎。有少少覺得咁巧嘅，咁會唔會有機會呢？咁但係到最尾我都係用一個平常心啦，即係經歷咗咁多年喺呢一行，知道冇嘢係實係你嘅，即係冇一樣嘢都你冇得 control。咁希望以平常心去面對呢件事啦。今年視後嘅候選人勢均力敵啊，又加上今年視後嘅得主係由全民以及專業評審投票出嚟㗎，咁所以賽果特別難預料㗎。但係 Linda 為免上台領獎時口啞啞，佢都已經度定得獎感言啦。嘉欣都想問翻咧，其實準備好如果聽日真係得獎嘅致謝詞未啊？其實係未諗啊，因為呢幾日都係忙緊拍劇啦。咁但係啱啱做完呢個活動之後，我今晚會慢慢咁樣諗，因為如果真係有機會得到獎嘅話，我都希望可以把握呢個時機去，可以多謝翻所有曾經鼓勵過我、幫過我嘅朋友咯。你估咧，到時你會唔會好似喺馬來西亞咁咧，喊晒咁樣啊？我希望唔會咯。我希望可以保持冷靜，因為希望可以真係喺嗰幾分鐘裡面，要好清晰地講晒我自己想講嘅嘢。如果我喊住，我未必會講到咁多嘢咯。係啊，所以要 keep 住嗰個情緒咯。如果真係得獎咧，會唔會都去慶功啊？其實如果得獎，我都好希望可以慶功，但係今年我聽聞改咗啲行程。如果邊個得獎都好，無論係飛躍或者係女配或者係咩都好，都要留喺 TVB 留到4點。做3個訪問，再加埋封面，咁所以跟住我第2朝係0530化妝，即係冇得瞓嘅喎。係啊，其實如果得獎嘅話就冇得瞓咯。係啊係啊。同場嘅定欣今年仲擔任頒獎嘉賓，咁負責頒